神會唔會係喺數據同演算洪流中逐漸消失呢？我想同大家分享以下我嘅諗法。第一，將 AI 當成筆而唔係大腦。第二，AI 生成嘅完美假象越泛濫，真實鏡頭捕捉所謂瑕疵嘅就係越珍貴。點樣堅持創作嘅自主？點樣客觀審視 AI 生成嘅所謂完美作品，同埋攝影師創作出嚟嘅有攝影胎記嘅作品？點樣喺科技輔助之下，等攝影唔單止係記錄工具，而係有靈魂嘅藝術，能夠反映人生嘅鏡子。希望大家能夠積極參與，一齊為攝影嘅未來發展做貢獻。最後，請大家一齊舉杯慶祝我哋22年嚟嘅光影旅程，願我哋保持對世界嘅好奇心，保持健康嘅身體。